大家好，我是克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群别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这个是特别版第2版。那这个是这个特别版第2版的封面。我们今天是进入第5章的第3次分享。那第5章我们这里重复了很多次。第5章呢是讲述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经历，那是从1992年直至今天。那么仁波切在马来西亚呢，最初是他刚抵达马来西亚，其实是1992年，那时候是因为上师的指示，要他前来马来西亚筹款。那当时筹的款项是主要是为了建造僧侣的宿舍。那仁波切在马来西亚最初的他第一次抵达马来西亚呢，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师傅安排下前来的。那在这里的几个月期间呢，仁波切成功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就带回了甘丹萨吉寺。那当他把这些筹到的善款如期的带回寺院的时候，那仁波切的上师们都对此感到非常的欣慰。那也把这个善款呢用来建了当时非常需要的僧侣宿舍。那这里照片给大家回顾一下，那左边的照片就是这个方康顺的僧侣宿舍。那当然这几个月下来结下的善缘呢，也让仁波切跟马来西亚弟子就开始有了联系。那从此呢，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缘分就一直延续下来。那马来西亚的弟子呢，就常常会写信要求仁波切继续回去马来西亚弘法。所以仁波切呢就开始就自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会不断的在印度甘丹萨吉寺跟马来西亚之间来回两地奔跑。那直到他的上师建议他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那才从此奠定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就是他的算他的历程。那当然刚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并不是事事都顺利的。仁波切曾经设立过好几个佛教中心，但有一些是关闭了，那有一些呢他把它送给了他的上师。仁波切谦虚的说，这是因为当时他没有经验，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些佛教中心管理好。但事实上其实就像写笔录这本书的作者所提出的疑问，那究竟是仁波切当时缺乏经验，还是因为这里的弟子还没有准备好去迎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上师？那好，那个关于上几次的分享，我们就稍微的做一个回顾。那接下来呢，大家会看到右边这一个，那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我们之前就完全没有看过仁波切有这样子的一种装扮。那这个就是仁波切，我们即将介绍的仁波切的一个怎么讲，他的人生的另一个历程。谁想过修行也能够如此出众？2003年左右，仁波切想到了一个能够接触更多人的方法。他换上在家服饰，表面看似更深入舒适，实际上仁波切的心愿却是借此跟那些先前对灵修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建立关系。在取得上师尊贵的堪珠强巴耶喜仁波切和多杰雄等护法的恩准后，仁波切有一天突然向他的弟子和朋友宣布自己想要成为一名模特儿。那时候仁波切身高6尺2寸，体重110公斤，比一般模特儿显得体格庞大。他的弟子闻言只是盯着他眨了眨眼。好，这里讲到仁波切他在马来西亚就是来回印度跟马来西亚两地之后呢，终于定居在马来西亚。那之前就是有设立过好几个佛教中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那也都没有太成功。那到了2003年呢，仁波切就
就想到了另一个方法，能够让他自己去接触更多的人。那时候呢，他决定换上在家服，好让自己能够更深入的去接触那些原本不太可能对宗教和对修行感兴趣的人。那当然他要做这个决定也不是贸然的，他先征求他上司的同意。所以当时呢，是看住祥巴耶喜仁波切，看住祥巴耶喜仁波切知道了之后，就对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没有反对的。那多杰雄的护法呢，也给予了批准。所以仁波切就得到了上师跟护法的批准之后呢，就跟弟子宣布了这项消息。那当时其实他的体重，我们之前也看过，仁波切体重其实是比较，就是当时他体重是相当，虽然他说的体格比较庞大，那个时候110公斤。那所以弟子听了之后就有一点反应不过来。但是接下去我们看一下仁波切是怎么去完成这个目标的。那在这一页呢，还有一段小段话是仁波切写的。我的目标从来不是要成为一个大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目标都是去做一些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那其实仁波切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他当时他出家，不管他到马来西亚，不管他就是选择，他每一个选择，其实他最大的前提永远都是想着哪一件事情是能够带给人们最多好处的、最多利益的。所以这一个决定呢，他想就是暂时以一个在家人的装扮来见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也是大前提，也只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佛法。好，我们翻开另一页。那左边这一页其实就是当时仁波切他做这个宣布时的一个样子。所以当仁波切突然宣布自己想要成为一名模特儿时，弟子们都大为惊愕。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长相对一个上司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时装模特儿的话，当然可能大家就有点无法接受。但是仁波切呢，凭着自律和决心，他在1年半之后就成功减轻了30公斤的体重，身材处于空前的极佳状态。不间断的体育锻炼和严格的饮食控制，也使仁波切成了城中最受欢迎的男模之一，还经常与该区域的得奖名模同台走秀，所到之处都引起关注。那根据一些仁波切的一些老弟子们，当时有陪伴仁波切一起经过那个过程的，他们讲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都对仁波切当时的毅力是完全佩服的。那仁波切他决定了要做什么东西，都是勇往直前。比如说要减轻体重，那当时他就每天很积极的就跑步啊，做运动啊，上健身中心啊。在饮食上呢也是严格控制，没有油啊，不加油啊，就是减糖，是很低卡路里的一个严格饮食。而且在整1年半的时间，他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成功减去了30公斤体重。那凭着他原本就长得很英俊的一个外貌，再加上高大的身材，仁波切很快的就成为当时城中最红的一个男模。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便是这件事，它也是一个佛法教诲。这次的大转型显示了仁波切内心的坚定力量，以及单纯而专注的自律。他同时也向弟子们展示，无论他长相如何，又或者他受到了多少关注，他的心永远都不会动摇，也不会背离他的修行与承诺。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显示那些高质量的西藏上师们为了吸引人们接触佛法所不惜做的事，用人们认为富有吸引力的东西来吸引他们。仁波切的举动看来跟佛法教诲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佛法讲求出离心，不执着于外表，
恰好就跟这个走天桥、讲求时尚和物质的新世界成两个极端，似乎与佛法教诲相抵触。然而，在仁波切划线俊美和迷人外貌的这几年里，他不但丝毫未受影响，反而还凭着巅峰时期的名气与外貌，吸引了一大群原本不可能对佛法感兴趣的人。许多当年在仁波切当模特儿的时期被吸引进来学习佛法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成了仁波切最早期的弟子，跟随仁波切的步伐，用自己的生命来造福他人。可见，即便是投入人们眼中最世俗的活动，仁波切依然能够用它来改变他人的生命。然而，仁波切时常都会改变他的教导方式。今日的他，外表跟当时的他截然不同。他放下了一个相，再换上另一个相，任何时候都在体现佛陀最根本的无常教诲。这段仁波切当模特的时期呢，他的故事也不是那么短，不过书中就只是简单的介绍了。那我们知道仁波切会决定就是选择一个在家人的装扮出来见人，那当中当然也要面对很多人的批评，要面对甚至寺院里可能有人对他的决定有一些怀疑，但是仁波切他做这个决定之前当然是深思熟虑，他也知道他怎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本身他当时觉得应该这么做，那当时其实他也成功在那段时间透过这么做吸引了好一些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就是克西拉佛教中心举足轻重的弟子。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除了显示说一个西藏上师他为了弟子他们所愿意去做的事情，就是甚至有一些让人不理解的，可能是有点离经叛道的。那另一方面呢，也显示其实我们看到仁波切单纯从他就是减轻体重和减肥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他这么做的目的，他的毅力和决心，就是想要做些什么东西他一定要办到。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佛法的一个教诲。那而且呢，当完成了他原本的一个目的之后，也许是就是那个时间段，他完成了那个使命之后呢，仁波切毅然就是放下就是这些在家人的服饰，放下这些就是模特儿生涯所给他带来的各种声望和物质的一种怎么讲，一种表面物质的一种精彩，毅然放下，就立刻恢复圣人的模样。所以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其实他做任何决定，其实都只是一个决定。那大前提呢，只是为了吸引更多人进入佛法。那这是仁波切的当时的一些照片。那右边呢也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仁波切最右边的那张照片跟最左边那张照片其实相差是相当远的，那这里可能整30公斤的差距。那对一般人来说呢，这可能是一辈子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了。但对仁波切而言呢，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成他的弘法目标的其中一个经过而已。那其中一个弟子呢，一个到今天依然是克家佛教中心一个主要人物的李国元讲法师呢，他当时就在那一段时间认识仁波切的。那这里是他所说的一段话：我认识尊贵的占都仁波切已经超过10年之久，也见证了克切拉从一个小小的店面发展成今日的克切拉禅修林和其他部门。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源自仁波切的教诲。我喜欢仁波切所呈现的每一个教诲，都是那么的逻辑分明，而且十分合理。然而，成功打动我，让我在这么多年后依然留下来学佛的原因，却是看到仁波切长期给予每一个众生的关怀和慈悲。
从喂养野狗、救济街上的流浪汉，到他给予朋友或弟子们长达数小时的个人忠告等，这一切都让人动容，让我和其他仁波切的追随者看到活生生的教诲。那这是当时就在仁波切当模特儿时期加入克切拉的李国元讲法师的对仁波切的一个就是一个印象。那李国元讲法师当时呢，他也是一个很年轻，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一个健身中心遇到仁波切的。那当时吸引他的肯定，他当时也不知道仁波切就是一个佛法大师。而李国元讲法师本身呢，当时甚至他当时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但是就在一次又一次就跟仁波切的接触和谈天之后呢，他逐渐的发现就是这些佛法教诲解答了他生命中很多的问题，所以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就跟随仁波切直到今天。那就像刚才说的，成功打动他的其实并不是仁波切的法说的多么清楚明白，而是仁波切他所体现出来、所表现出来的关心，不管是对人啊、对动物啊、对每一个人，他就是大大小小的事物，到很细的一些细节，仁波切都是照顾的比较周到的。那这是让李国元讲法师留下来的一个原因。那李国元讲法师今天呢，也已经在克切拉佛教中心已经算是一个相当资深的，而且怎么说学识十分丰富的一个讲法师。那接下来这一页，那这几张呢都是仁波切当时在当模特儿时的照片。仁波切成功达至目的，跟一批原本不会对佛法感兴趣的人结缘。就像刚才的李国元讲法师，那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当然还有好多人，有好一些是演艺圈的人，也是模特儿。仁波切凭着努力和自律，摇身一变成为城中最受欢迎的男模之一。这是右边的图。好的。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到了下一个内容，把世界带到佛跟前。那这是一个新的内容。无论他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事情，仁波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旨在将人们带到佛与法的跟前。除了喜欢随时随地的分派佛像给大家之外，仁波切也喜欢带人们到佛陀、证悟者和精进修行者所修行的圣地朝圣。在马来西亚弘法的这些年里，仁波切带领过数百位马来西亚信众到各国的圣地朝圣，其中包括印度、尼泊尔、中国及东南亚地区。那我们再可以继续大家念接下来的一页。每一次出游，仁波切总是给朝圣者带来令人难忘的佛法开示、历史介绍和量身定做的祈愿文。此外，他也会将朝圣者带到具有成就的上师和大成就者跟前，使每一次的旅程都变成了不朽的经历。因此，跟仁波切到圣地朝圣，不仅仅是参观景点，更是一个能提升身心灵、唤醒我们潜在精神力量的全方位体验。那这两张照片，这两页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左边的第一页，那时候是仁波切刚刚他刚刚从在家人的身份就转换回出家人的一个装扮的时候，刚不久拍的。那时候带领了一批马来西亚的弟子，应该到这个应该是尼泊尔去朝圣。那仁波切其实很喜欢带弟子到圣地朝圣。那每一次到就是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除了希望弟子们对这些圣地有了解之外，当然他更希望就是他常说就是这些圣地其实他拥有的加持力量是能够开启我们原本的身上拥有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印记。那再不然的话呢，也是能够种下一个印记的一种方式。
仁波切当然他带弟子到圣地朝圣也当然肯定不是就是一般的旅游观光，他每到一个圣地呢，他都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对寺院啊，对寺院里的本尊啊，或者是护法啦，或者寺院本身的故事啦、历史啦、传承啦，他其实就会尽量的以非常深入浅出而非常有趣的方式，把佛法不知不觉的就带给当时的弟子。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仁波切每一次他都会针对当时的弟子群的需要，量身定造了一些当时所需要的一个祈愿文。这每一趟的行程都有不同的祈愿文和回向。那这些照片呢，也是仁波切在带弟子们到各地朝圣时的照片。那左边这个是跟一个这应该在尼泊尔遇到一个老僧人时的合照。那右边呢，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这次仁波切还是在家装扮的时候，这个应该是菩提伽耶。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不断的就是怎么讲，珍惜每一个机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去跟大家解释。好，接下去这个是菩提伽耶。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就是印度菩提伽耶之旅。那里是佛陀的证悟之地，而当年佛陀静坐其下并取得圆满证悟的那一棵菩提树，至今依然挺拔。除了祈愿、顶礼、慈善募捐外，这次在菩提伽耶的圣地还发生了一些特别别出心裁的事情。在佛陀证悟的菩提树下，仁波切为超过30位信众主持了皈依仪式，让这些人受戒，正式许下他们在学佛之路上的承诺。同样，也就在这次的朝圣之旅中，仁波切是同弟子们给位于菩提伽耶的鲁特佛学院，那是属于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的其中一个佛教中心。那仁波切连同弟子们给这个佛学院呢供养了一尊3尺高的庄严宗喀巴大师像及其星子像。仁波切也将他从至尊迦叶林仁波切那儿介绍的圆杯经口传授予当时的朝圣团成员。巧合的是，此次朝圣也标志着克切拉快速发展的开始。这一趟旅程结束后，仁波切的许多项目克切拉的许多项目发展迅速，众部门纷纷成立，也吸引了大批人员的加入。那这里照片看到的都是仁波切那一趟在菩提伽耶的行程拍下的照片。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讲过，仁波切在他突然间就是2003年突然间有感觉，觉得自己应该要暂时在家人的装扮出现。那决定之后呢，他就是有了这样子的想法，过后他立刻请示了上师跟护法，那得到他们批准了，仁波切就很如火如荼的投入减肥啊，投入锻炼身体的锻炼的一种生活当中，而且很成功的就成功减去了30公斤体重，并成功成为了当时吉隆坡的城中很著名的一个男模。那这一切呢，其实那就是仁波切看到他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在那段时间他将会吸引到一群适合的学生。那在那一个时期结束过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那仁波切就是刚刚结束，那仁波切就开始，你可以看到他的弟子人数已经怎么讲呢，增加了不少。那是克切拉佛教中心的一个刚开始的阶段。那而且就在那段时间的仁波切也是很频密的带弟子们到各个圣地朝圣。那在一次的菩提伽耶呢，这是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也津津乐道的。就在那一次的特别的一个菩提伽耶朝圣之旅呢，仁波切特别给一群30位的弟子主持了皈依仪式，就在菩提伽耶
佛陀证悟的一个属下。那果然自此之后呢，那克切拉佛教中心的发展就非常迅速，很快的就成立了许多部门。那从一个原本的一个就是很小的一个佛教中心呢，在几年之内就发展成为具有很多部门的相当具有规模的一个佛教中心。那好，那这一期的分享我们暂时到这里。那结束之前，先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者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护，使名至尊善慧名称师，所摄佛法心要诸圣窍。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果，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只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因此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藏位教法聚光照三律，众生未尽，其请恒常住。好，那我们这期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